維修達人家電維修專家，快速上門，透明報價，售後保障。在現今高密度城市生活中，各種家用電器扮演住不可或缺的角色。當這些設備出現故障，除了造成生活不便，更可能影響家庭日常的安全與效率。維修達人提供全面的家電維修服務，覆蓋香港各歐，致力以高效專業的維修技術，為客戶解決每一項電器問題。維修項目分類：數碼產品、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、筆記型電腦、數碼相機。常見問題包括螢幕破裂、無法充電、系統錯誤、電池耗損等。影音設備、電視機、音響系統、家庭影院、投影機。故障如畫面異常、聲音失真、無法開機、HDMI 接口損壞。家庭電器、冷氣機、抽濕機、風扇、空氣清新機、洗衣機、乾衣機、吸塵機。問題如冷氣唔夠凍、風扇唔轉、洗衣機漏水、抽濕機唔啟動等。廚房家電、雪櫃、電磁爐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、電飯煲、咖啡機。故障包含雪櫃不製冷、電磁爐不加熱、焗爐溫度不準、油煙機無吸力等。浴室電器、電熱水爐、浴室寶、智能衛浴系統。問題如水溫忽冷忽熱、排風異常、按鍵無反應等。遊戲與休閒設備、PS5、Switch、Xbox、VR 裝置、運動手環、智能手錶。常見故障：電源異常、無法更新系統、配件無法連接。我們的服務特色：即日安排技師上門，快速檢查，修理前先報價，無隱藏收費。維修後提供保養，安心有保障。技師擁有多年經驗，熟悉多品牌機型。額外提供電腦組裝與資料備份服務：一、客戶發現電器故障；二、聯絡維修達人預約；三、技師上門檢查報價；四、修理或更換所需零件；五、測試完成加保養交代。維修服務覆蓋地區，全港支援，包括九龍歐、觀塘、油塘、牛頭角、旺角、尖沙咀、紅磡、黃大仙、港島歐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柴灣、鰂魚湧、西營盤、新界優、荃灣、元朗、沙田、屯門、青衣、大埔、馬鞍山。其他機場、東涌、欣澳、迪士尼。無論你喺邊，維修達人都可以安排技師即日上門維修。